个工课真特别对无？你除了是网红以外，你阁是描绘内心哦。对，啊，内心敢有啥物条件啊？就身材爱好，穿管带会爱超过107公分，上重要就是爱水啦。哦，家己原来是啊，原来是安尼哇！哎，真正足水的呢，敢若仙女诶。啊，毋过做迄庙的礼星，礼星嘿，虽然讲看起来是真正就有气质，啊，毋过一定有一寡足辛苦的所在，对无？对，像照片里面的头冠，爱第几工，迄是毋是足重的？嘿，5公斤吧。哦，迄阿妈棍应该足酸的吼嘿，。真正就酸嘿的。穿管带会爱行几工，无就徛几工。啊，你上久的一届是徛偌久17点钟， ？17点钟。直直行，直直行，直直行安尼。啊，真正足辛苦的。啊，毋过你对两个小妹好，因拢感动在心内啦。所以今日若是挑战成功哦，因这幸福礼是要送互你的礼物，来甲一个讲者。美腿按摩机，哦，现在已经这。因为大姐礼性的工课嘛，拢爱行规工，脚拢会足酸的，所以就准备这个礼物予伊。录影今仔日嘛是伊的生日，所以送伊这个生日礼物。